自去年入冬以嚟，內地疑似同確診感染禽流感死亡嘅人數增加至到3個人，而發病地區亦都越嚟越接近本澳。疾控中心表示，踏入禽鳥遷徙季節係禽流感傳播嘅高危期，市民應該具有高度警惕，做好預防措施。李麗常報道。疾控中心傳染病防治暨疾病監測部協調員林松話，本澳每年接待超過2000萬人次旅客，本身亦都有唔少嚟自內地嘅外來人口，因此預防禽流感嘅工作嚴峻。每年2到3月係禽鳥遷徙嘅季節，禽流感傳播嘅高峰期。林松呼籲居民無論外遊或者係日常生活，都要做好預防禽流感嘅措施，時刻具備高度警覺。我哋有個密切嘅溝通嘅機制啦，咁一旦佢哋有出現呢個情況嘅話，咁就即刻時通知我哋，咁我哋可以保持個警惕啦。咁一個咧就我哋嗰個關口嗰度嘅出入境個口岸嗰度監測啦。咁如果係佢係發緊燒嘅話，我哋都有機會係探測到啦。咁去到我哋嗰度咧，就當然即係我哋嘅醫療機構啦，對呢個疾病保持高度警惕啦。咁喺再有發現禽流感個案出現之後，民署經即刻作出檢查，咁發現本澳並冇輸入嚟自汕尾海豐嘅家禽。有雞檔嘅檔主亦都話，佢哋已經做好晒安全措施，家禽亦都唔俾留過夜㗎，所以唔擔心會感染到禽流感。但係我哋要打預防針㗎，政府同我哋打晒預防針㗎。啲雞又檢驗過先出嚟賣㗎，喺批發市場一班嚟要檢驗過嘅全部。佢又話雞隻都係嚟自珠海、斗門等地區，冇嚟自海豐，而只要保持檔口清潔同個人衛生，安全性就會大大提高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李麗常報道。